先來看高雄市路德的中山路，昨暗7點外發生一件死亡車禍。這是一個24歲姓何的查甫人，伊賽車載某囝出門，不過煞雄那像是超速全失去控制，衝出來到外線去弄到2台奧多擺，造成姓潘的查甫人甲姓李的查某人攏不幸過往。警方表示，這轎車駕駛呢是無食酒嘛無食毒，詳細的原因還閣需要進一步來釐清。也別看到車，就先聽到擦耳的大動啊聲，紅色的轎車速度真緊，才拄過12路口，規台車那像失去控制，對內線衝出來弄到路邊共向的2台奧多擺，徛佇路邊的3個人聽到聲，挖頭一看起卡就攏。這是高雄路這個中山路，29暗時7點外發生死亡車禍，附近民眾講，因聽到聲出來看，騎奧多擺的2個人攏已經倒佇咧塗骹。我就聽到嘣一聲，就好像車子有可能撞到的聲音這樣子，然後就看到白煙，整個都冒白煙。他已經失控了，然後往那個高新醫院那方向撞過去，可能先撞到一台摩托車啦，然後再撞到另外一台，再殺進去那個機車行的停車場這樣。跳出紅色轎車弄到2台奧多擺了後，佫弄到路邊店家的車才停落來，規個車頭攏已經密密麻麻。事故現場的塗骹四個攏是車殼的碎片。警方表示，初步排除食酒食毒賽車。24歲姓何的駕駛講，伊賽車載太太甲也別盜賊查某囝來到車，車怪怪失去控制才會弄到人。不只個騎車姓潘的外籍移工，甲姓李的查某人佇咧送機急救了後，攏救無轉來。經警方實施檢測，河南無酒精反應。毒品脫衣試劑亦呈陰性反應，另2名駕駛檢驗中，詳細肇事原因待進一步調查釐清。警方表示，這場車禍造成2人死亡，3個人輕傷。肇事駕駛講，家己車速大約80左右，不過這條中山路限速是60，到底是超速失去控制造成事故，還是有其他原因？警方嘛等咧釐清。記者柯家做區兆陽高雄場報道。